今年3月，我趁住今年聖年嚟到梵蒂岡。當然，除咗行過聖門之外，我亦都有去到梵蒂岡其他平時都開放嘅景點。大家就跟住我嘅鏡頭一齊探索呢個世界上最細嘅國家啦。我哋呢個頻道除咗旅遊 vlog，每一集亦都會講一個同主題相關嘅醫學 topic。今集我會通過教宗方濟各嘅例子，同大家講下點樣閱讀同理解一份死亡醫學證明書。如果你哋中意我嘅內容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啦。事不宜遲 ，intro 之後我哋就正式開始。嚟到羅馬咧，有兩個機場可以用嘅，一個就叫 FCO， 另一個咧就叫 CIA。我哋今次就喺 CIA 呢個比較細嘅機場落機啦，咁啊準備乘搭機場巴士前往市區。咁跟住我哋就會再轉乘地鐵去到梵蒂岡嘅附近。今晚我哋住宿嘅位置咧喺梵蒂岡附近嘅一間 B&B。咁啊正式去之前咧，我想講下梵蒂岡嘅歷史。梵蒂岡雖然咧係只有半平方公里大，但係佢歷史咧可以話同成個歐洲嘅宗教同政治咧係密不可分嘅。梵蒂岡原本唔係一個國家，喺古羅馬時期呢一帶被稱為 Vatican Hill。相傳第一任教宗聖伯多祿喺呢度殉道並埋葬喺呢度。點解聖伯多祿被視為第一任教宗啊？因為喺聖經裏邊咧，佢被稱為中途之長。耶穌曾經同佢講過：你係磐石，喺呢個磐石上面我會建立我嘅教會，我會將天國嘅鎖匙交俾你。呢句説話咧，象徵住耶穌賦予佢領導教會嘅權力。伯多祿喺中途團體始終係位居首位，帶領住早期嘅信徒建立咗最初嘅教會。直到今日，羅馬主教仍被視為佢嘅繼承人，亦都即係我哋所講嘅教宗。喺4世紀，君士坦丁大帝信奉基督教，並喺伯多祿嘅墓上面起咗第一座聖伯多祿大殿，就令到呢度成為天主教世界嘅中心。到咗中世紀，教宗嘅勢力達到頂峰，一度統治住意大利中部廣大嘅領土，被稱為教皇國。一直到19世紀，意大利統一運動興起，教皇國嘅大部分領土被新成立嘅意大利王國併入。1870年，意大利軍隊攻入羅馬。教宗庇護9世拒絕承認新政府，宣布自己被軟禁喺梵蒂岡，史稱梵蒂岡之囚。從嗰一年開始，歷任教宗嘅60年都冇踏出過梵蒂岡半步。當時羅馬出現一個好奇特嘅局面，教宗同國王共處一城，但互不承認對方嘅政權。呢個情況一直到1929年，教宗庇護11世同墨索里尼簽署拉特蘭條約，梵蒂岡正式成為主權國家。所以我哋今日見到嘅梵蒂岡咧，其實係非常之年輕。仲有一個國家咧，佢係100年嘅歷史都冇嘅。而家喺大家眼前咧，就係我哋一陣間會翻嚟嘅梵蒂岡博物館。不過呢樣之前咧，我哋而家先要趕住時間去呢一個過聖門。咁過聖門咧，我哋首先要去到一個特定嘅地點去集合嘅。咁而家大家見到前面呢間玻璃屋咧，就我哋要報到嘅地方。咁報到完之後咧，就出翻嚟。咁就我哋一大班人啦，就喺呢度等，咁就去準備過聖門呢一個步驟嘅。咁夠鐘啦，咁我哋咧就會成個隊伍一齊咧向住梵蒂岡出發，咁就會一齊行過聖伯多祿大殿嘅聖門嘅。咁我哋而家見到咧就係有呢個 volunteer 啦喺度去到指示我哋，咁樣就成個朝聖團啦一齊去到行嘅。今年咧比較特別，因為呢一年係天主教嘅聖年。聖年嘅傳統可以追溯到1300年，當時每50年舉行一次，等信徒藉住聖年去朝聖、懺悔、重新開始。後來改為每25年舉行一次，而2025年亦即係而家就係一個新嘅聖年。每逢聖年，教宗都會親自打開聖門，呢度門平時係封之埋嘅，只有聖年期間先會開放。
行過聖門，象徵靈魂嘅重生同罪過嘅赦免。喺羅馬有4座大殿都設有聖門，而最重要嘅當然你喺所在嘅位置聖伯多祿大殿。喺正式通過聖門之前咧，大家會喺廣場集合，前面有神父帶領祈禱同埋唱詩篇嘅。呢個係一個象徵性嘅儀式，代表朝聖者進入聖地前嘅心理準備。儀式之後咧，大家就會排成隊，慢慢行過聖門，一步一步行入去聖伯多祿大殿。而我亦都有慶幸咧，趁住今次嘅機會親身行過聖門，去感受呢個延續咗700幾年嘅傳統。無論你係咪教徒啦，當你踏聖門嗰一刻咧，個感覺係非常之奇妙嘅。咁我哋啱啱咧已經通過特別嘅隊伍完成咗個安全檢查，咁已經進入到梵蒂岡嘅範圍裏邊啦。咁大家點樣可以參加到呢個過聖門咧？咁我會喺 info box 度咧擺低呢個 link 嘅，咁你就係撳落去啦，就去翻梵蒂岡嘅網站，咁就可以去到預約，去到過聖門。咁我哋而家咧就正喺度接近緊嗰個聖門啦。嗱，而家前面大家見到嘅呢個咧就係聖門啦。咁佢係喺聖伯多祿大殿嘅右手邊嘅門。聖門咧早期係用磚去封起嘅，聖年開始嘅時候咧，教宗會攞金錘敲3下，象徵恩典嘅開始。如今咧係已經改為用金屬門板嚟到封㗎啦。每次封門嘅時候咧，裏邊放文件同埋聖物，等到下一次嘅聖年再重新開啟。聖伯多祿大殿嘅聖門上面咧係有多個青銅浮雕嘅，係描繪緊耶穌救贖同罪人得救嘅場景。穿過聖門之後，我哋就嚟到大殿右側嘅位置。咁隊伍會繼續向前行，直至去到中庭嘅位置咧，先至會解散嘅。聖伯多祿大殿嘅中心就係呢一座巨大嘅青銅華蓋，佢由貝尼尼設計，高度接近10層樓，就喺主祭壇嘅正上方。而喺華蓋嘅正下方就係聖伯多祿嘅墓，整座教堂嘅設計其實都係以佢嘅墓為中心展開嘅。喺大殿最深處可以見到閃住金光嘅聖伯多祿寶座，裡面包裹住一張古老嘅木凳，相傳呢個就係聖伯多祿嘅座椅。呢亦都係點解梵蒂岡會有被稱為教廷 Holy See， 意思就係聖座，講緊嘅就係呢張凳。上面圓形窗裏邊嘅白鴿代表聖神，亦都象徵教宗嘅權柄嚟自信仰本身。整個空間嘅比例非常驚人，由地下去到穹頂嘅高度超過130公尺，地面上面仲刻住世界各地教堂嘅長度刻度，你可以一邊行一邊對比呢座大殿究竟有幾龐大。而喺主祭壇嘅下方係安葬歷任教宗嘅地下墓室，等一陣我哋都會落去睇睇嘅。跟住我哋落嚟咧，就會去上去佢嘅穹頂。穹頂有2種門票，一種係行樓梯，一種係搭 lift。今次咧，我哋揀咗行樓梯。不過就算你選咗搭 lift 啦，佢都只會帶你上去平台，之後咧都要靠你自己對腳行上去。
嚟到平台咧，你就可以喺個外邊近距離欣賞成個穹頂。聖伯多祿大殿嘅穹頂咧，可以話係成座建築嘅靈魂。佢由米開蘭基羅去設計啦，靈感嚟自佢家鄉佛羅倫斯嘅聖母百花大教堂。嗰座由布魯內恩斯基設計嘅穹頂係文藝復興時期嘅建築奇蹟。米開蘭基羅喺呢個基礎上再進一步改良，令到穹頂更加高、更加宏偉。亦都令到成座教堂呈現出一種通往天堂嘅意象，所以話啦，聖伯多祿大殿嘅穹頂咧係佛羅倫斯藝術精神嘅延續，亦都係信仰同人類創造力結合嘅象徵。成個穹頂咧高達136公尺，係全世界最高嘅教堂穹頂之一。結構上咧採用雙層設計嘅，外層係支撐外觀嘅石造殼體，內層咧就我哋喺教堂入邊見往時見到嘅彩繪天頂。米開蘭基羅去世前咧，即係完成咗設計圖，後來係由佢嘅學生完成建造，但係整體外觀咧仍然保留咗最初嘅比例同埋構想。喺穹頂呢度，我哋可以欣賞到梵蒂岡全景嘅景色，乃至成個羅馬市嘅景色。落到嚟平台就記得買手信，呢度買手信咧比起喺梵蒂岡其他地方買係要更加平。我哋而家去到成個大殿嘅重點，就係聖伯多祿大殿嘅地下墓室。剛才已經提過，呢個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時期。當時呢度原本係城牆外邊嘅墓地，相傳聖伯多祿喺羅馬殉道之後就葬咗喺呢一度。到咗4世紀，君士坦丁大帝信奉基督教，就喺佢嘅墓上面起咗第一座聖伯多祿大殿。而我哋今日參觀嘅係16世紀重建嘅上層墓室，入面安葬咗好多歷任教宗同埋歐洲皇室成員，包括若望保祿2世、庇護10世等等。墓室中間有個位置，其實係同樓上教堂係垂直相通嘅，嗰度叫做 Confessio， 上面就係主祭壇同埋青銅華蓋，而再上嘅就係成個穹頂。成座教堂就係以聖伯多祿墓為中心，一層一層咁建造嘅。喺我哋腳下最底層嘅地方，仲有古羅馬時代嘅墓園，就係聖伯多祿真正埋葬嘅墓嘅所在地。不過要有特別許可先可以入去參觀，我哋就冇咁嘅機會啦。無論參觀完穹頂，還是參觀完地下墓室，佢嘅出口咧都係位於大殿之內嘅，所以你係無需要重新接受安全檢查，就已經可以去到安排下一個行程。所以要記得睇晒呢3樣嘢先至好走。去完聖伯多祿大殿，我哋有2件事想做嘅。第一件事係我哋想寫啲 postcard，經過梵蒂岡嘅郵局寄出去。梵蒂岡嘅郵局咧就位於呢個聖伯多祿大殿嘅出口附近冇幾遠嘅，就喺而家你眼前呢一個位置。臨走之前咧，俾大家睇到眼呢一個聖伯多祿廣場啦。我哋啱啱寄完明信片，但係唔好心急走住，我哋仲要去攞一張朝聖證書。聖年期間，朝聖者可以喺梵蒂岡領取一份禧年朝聖證書。呢張證書係梵蒂岡頒發俾完成朝聖嘅信徒，紀念佢哋喺聖年期間走過聖門、祈禱同悔改。證書上面係會寫住朝聖者嘅姓名、日期同埋今年聖年嘅年份，下邊仲有印有聖伯多祿大殿嘅圖案，下邊仲有金色印章同簽名。你可以喺大殿附近嘅朝聖者辦公室領取，亦都知我哋而家去緊嘅地方。
參觀完聖伯多祿大殿之後，梵蒂岡另外一個唔可以錯過嘅地方就係梵蒂岡博物館。佢最早係由1506年由教宗朱利二世創立，當時只係為咗收藏一尊古希臘雕像。之後歷代教宗越收越多，而家已經變成世界上最大嘅博物館群之一。成個參觀路上超過7公里，展覽有超過1400個展廳，由古希臘羅馬雕像到文藝復興時期嘅名畫都有。一入到博物館就會見到呢個好出名嘅松果庭園，中間個巨大嘅青松銅果其實係2000年前羅馬嘅雕塑，代表生命同永恆。好多遊客都喺呢度打卡嘅。除咗嗰啲有名嘅藝術品之外，喺梵蒂岡博物館，只要我哋喺路上都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嘅雕像，我哋即管慢慢欣賞下佢哋啦。呢條就係好出名嘅地圖長廊，全長超過100米，牆上畫滿咗16世紀嘅意大利地圖，每一幅都係手繪，用顏料同金箔畫成。抬頭望上去，天花板都係金色嘅巴洛克浮雕，好誇張。呢度其實係米開蘭基羅之後文藝復興藝術延續落去嘅縮影。眼前嘅拉斐爾廳係梵蒂岡博物館最重要嘅藝術空間之一。呢幾間房間原本係教宗嘅工作間，拉斐爾用咗10幾年時間畫滿咗成個牆壁。最有名嘅係雅典學院，入邊有柏拉圖、亞里士多德同一眾古代哲學家，佢哋其實都係拉斐爾畫嘅文藝復興版哲學圈。
最後我哋正前往緊梵蒂岡博物館嘅靈魂所在西斯丁禮拜堂。雖然呢個地方咧係不能夠拍攝嘅，但我哋都希望同大家分享。呢座禮拜堂建於15世紀末，由教宗西斯丁4世下令興建，所以呢個名都係咁樣得嚟。外面睇落去咧係好樸實嘅，但入到去咧係你完全係嚇親。天花板係由米開蘭基羅喺1508年至1512年之間畫成。佢本身係雕塑家，最初佢都唔想接呢份工，但係後來就畫出咗人類歷史上最偉大嘅藝術作品。中間9幅畫咧係講述創世紀嘅故事，最出名嘅就係創造亞當。上帝同亞當伸出手指幾乎相觸嘅一刻，成為咗文藝復興嘅象徵。幾十年之後，米開蘭基羅再放翻嚟喺祭壇上面畫咗最後的審判，畫面充滿力量同動感，描述靈魂喺審判日升天或者墮落。佢甚至將自己畫喺被剝皮嘅聖巴托羅祿手中，象徵自我反省同信仰嘅掙扎。到今時今日，呢個地方仍然係教宗選舉嘅會場。當新教宗當選嘅時候，就喺外邊升起白煙，話俾全世界聽：我哋有新教宗啦！相信大家對於新教宗良14世被選出嘅畫面，仍然歷歷在目。最後我哋嚟到博物館嘅最後一部分，呢度展示咗好多古埃及文物同埋木乃伊，但我認為呢啲都唔係梵蒂岡博物館嘅重點，稍為睇下就好。參觀到呢度，讓我不期然諗起世界上另外2個最出名嘅博物館——大英博物館同羅浮宮。如果羅浮宮係藝術嘅殿堂，大英博物館係屬於歷史同知識嘅寶庫，咁梵蒂岡博物館就係信仰同藝術嘅結合。呢度嘅收藏唔止係藝術品，而係幾千年宗教、文化同人類文明嘅連結。第一點我留意到，梵蒂岡博物館嘅設計動線非常清晰，尤其啱啱提到幾個重點展區，唔會因為館藏太多而令到遊客兜圈。最後喺手信電話紀念品梵蒂岡之旅就差唔多到此為止，下一集就同大家遊覽羅馬，而跟住落嚟我會講今集嘅醫學部分。而接落嚟，我會講今集嘅醫學部分。今次我想同大家探討嘅主題就係死亡醫學證明書。呢個題目聽起嚟可能有啲沉重，但其實同我哋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。無論係醫生定係普通市民，都應該知道點樣去理解一張死亡醫學證明。而今次我會以教宗方濟各嘅例子作為切入點，同大家一齊睇下一張死亡醫學證明書入邊咁包含咗啲乜嘢資料，同埋點樣閱讀同理解佢。我哋先嚟睇一睇今次要講嘅文件，呢張就係梵蒂岡官方公布嘅教宗方濟各死亡嘅證明書，入面列出佢嘅死亡時間、地點同埋醫學上判定嘅死因。呢個例子係非常之有代表性嘅，因為佢嘅格式基本上跟世界衛生組織嘅標準。我哋要明白每一行寫啲乜，我哋首先要由死亡醫學證明書嘅歷史講起。最早嘅死亡登記可以追溯到17世紀英國倫敦嘅時候嘅死亡清單。嗰陣時咧，倫敦經歷鼠疫，政府要知道疫情蔓延嘅情況，所以開始統計每個地區有幾多人係死於鼠疫。而統計學家 William Farr 就喺嗰個時候研究咗死亡數據，發現死亡原因可以反映公共衛生狀況，佢哋奠定咗死亡登記同流行病學統計嘅基礎。去到19世紀，英國正式規定每一個死亡個案都要有醫生簽發死亡證明，好似呢一張證書咁，就清楚寫明死因係中風。到咗20世紀，世界衛生組織發現世界各個國家雖然都有死亡登記制度，但每個地方寫死因嘅方式都唔一樣，有啲係寫心臟衰竭，有啲係寫感染，甚至同一個病喺唔同國家都用唔同嘅名。呢個問題令到國際間嘅疾病統計完全冇辦法比較，所以 WHO 喺1948年成立之後，就制定咗一套全球統一嘅標準，包括咗2個部分，一個係 ICD 國際疾病分類，用一套編碼系統去歸類每一個死因；二係死亡醫學證明嘅標準格式，規定醫生應該按死因嘅發展次序，由最初嘅根本疾病，一直寫到最後導致死亡嘅生理事件。呢2套系統結合起嚟，令到全世界每一張嘅死亡證明都可以同一種語言去解讀，無論係用喺疾病研究、公共衛生定係政策制定，都有咗一致嘅依據。
基於 WHO 嘅標準啦，成份文件咧係會分為兩個重要部分。Part 1係死亡鏈，由最初嘅疾病一步步去到導致死亡嘅最終原因。Part 2就係其他重要但係冇直接導致死亡嘅病況。咁喺呢度我哋要注意翻，死因 cause of death 係唔可以同死亡方式 mode of death 去混淆嘅。死亡方式例如心跳停止或者係呼吸衰竭，呢啲只係生理現象，而唔係醫學死因。我哋翻嚟教宗方濟各嘅例子，我已經標示出 Part 1同 Part 2。按照死亡鏈嘅排序，中風係最初嘅根本原因，佢再引起咗昏迷，再導致到心血管嘅崩潰。而喺 Part 2嘅部分，我哋睇到佢曾經係有過肺炎、有過支氣管擴張、有過高血壓、有過糖尿病。呢啲雖然唔係直接嘅死因，但係佢會影響整體嘅病情，所以同樣需要記錄。所以總結嚟講，教宗方濟各嘅最終死因係中風。一張死亡醫學證明唔只係一個法律文件，佢其實承載住公共衛生嘅意義。每一項死因記錄都有助我哋了解疾病模式、改善醫療，甚至預防下一個悲劇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亦都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你嘅意見。如果覺得唔好睇，就記得 share 俾朋友睇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